现代台语版圣经申命记第31章，设立约书亚做继承人。摩西继续对以色列人讲：我已经120岁，袂当搁领导恁。上主捌对我讲：你袂当过约旦河。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面前带恁过去，消灭这个族，互恁占领因的土地。照上主所讲的，约书亚会带恁过去。上主会对待这个族，亲像伊以前对待摩利亚人2个王西宏甲噩，以及对待因的国家同款，甲因完全消灭。上主会将因交互恁，恁着照我所吩咐恁一切的命令对待因。恁着勇敢壮大，毋免惊因，毋免因为因恐慌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，嘛袂离开恁，袂放杀恁。摩西叫约书亚来，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对伊讲：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就是你要带这个人民入去承接上主对因的列祖立誓要互因的地。上主要行伫你的头前，甲你同在，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你毋免惊，嘛毋免忍。每7年宣讨律法的册。摩西将律法的册写好，就交互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以色列的长老。摩西命令因讲：逐遍满7年，伫免除祭物迄年的大了节，以色列众人来到上主恁的上帝所竞选敬拜伊的所在。迄时，恁着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大声读这个律法，互因听，着组织人民，无论查甫查某、囡仔，以及恁城内的外族人，互因拢听，互因学习，通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切实遵行这个律法每一句话，嘛互遐个还毋捌律法的后代拢会当听着，通伫过约旦河去承接做产业的地，一世人学习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上主对摩西最后的指示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无偌久会离开世间，你叫约书亚来，甲你做伙徛踮会幕内，我要交代伊任务。摩西就甲约书亚去徛伫会幕内，上主伫会幕内，伫云条中显现，云条停伫会幕门口的顶面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得要转去你的列祖遐，你死以后，这人民会伫因入去的所在，服侍迄所在的外族神明，行邪淫，气杀我，违背甲我立的约。迄时，我会对因发受气，气杀因，面越走毋看因，因会受吞灭，拄着真侪灾厄患难。迄个日就会问讲：阮拄着灾厄患难，是毋是因为咱的上帝无甲咱同在？迄日因为因拜别个神明，作恶多端，所以我一定面越走毋看因。呾你着写即首歌，甲人民唱，用来教示以色列的后代，做我指责以色列人的见证。我带因进入我对因的列祖立誓，要互因迄个老年甲密的地了后，因会食甲肥足足，偏向别个神明服侍因，煞看轻我，违背我的约。到因拄着灾厄患难的时，这首歌会做我指责因的见证。因的后代会继续唱这首歌，袂记得。虽然我还未带因进入我立誓要赐互因的地，毋过我已经知因的心思念头。迄日，摩西就写这首歌，用来教示以色列人。上主吩咐伦的囝约书亚讲：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你要带以色列人入去我立誓要互因的地，我要甲你同在。摩西将这个律法的册写清楚，就吩咐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讲：这个律法的册着下伫上主恁的上帝的约柜边，通做指责恁的见证。我知恁是悖逆、心硬固执的民族，我今仔日要活地
甲恁做伙，恁就会背逆上主，何况我死了后，就聚集恁所有氏族的长老甲官长来我遮。我要将这话讲互因听，嘛要叫天叫地来证实恁的毋对。我知我死了后，恁会彻底败坏，偏离我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。将来恁会拄着灾厄，因为恁会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惹伊受气。摩西的诗歌。摩西将这首歌对头到尾念互以色列会众听。